美国在1989年的时候，他特别把这个故事讲出来，结果引起了当初的一个老兵回应，他们真的见面了，他们真的见面。1985年、89年的时候的总统雷根他说到，建构和平的故事我们要继续听，而且继续要参与在这中间。当时的那位女主人，让这7位敌对的士兵经历到一个特别的平安夜。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也一起经历这个。如果你上个礼拜、做礼拜有看到，我们有一个报纸，那是英国的《镜报》。英国有个报纸是1904年、03年开始的。你如果看他们的报纸，在1919年1月6号记载前一年的圣诞节，我们听过那样的一个故事，一样是在平安夜，同样是基督徒的国家，结果竟然在打仗，德军跟法军跟美军这样在打仗，所以在这种战争的中间，在那年的平安夜，壕沟里面的阿兵哥不再拿起枪打对方。那次报纸的记载还有相片，他们出来，德军、法军、美军，他们出来把自己的香烟、自己的巧克力送给对方，他们甚至在战场上踢足球。这是所有的将领、所有的元帅不容许的事情，所有的将军不容许这样的事情。但是唯有从天而降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会让人心里面最深刻、最深处的一个生命感动会展现出来。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特别在12月24号，我们能够一起在教会、在礼拜堂里面回顾到，像当初2000年前那些被忽略掉的牧羊人在照顾羊群的时候，那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夜晚。原本的夜晚是他们可以打盹，只要羊不跑掉就没问题。没想到那个晚上，他们竟然听到从天而降美妙的诗歌，而那个诗歌要告诉世人，要告诉这些牧羊人的，就是有一个婴孩为我们来出生。每个家庭都有婴孩出生，一个婴孩出生就会让家里的关系改变。在座的小朋友，你不知道你有多厉害、多伟大。因为你一出生的时候，家里的关系改变了。原本你的爸爸称呼你的妈妈是叫太太或者叫 honey， 但是当小朋友你一出生的时候，你爸爸跟你妈妈的称呼改变了。原本你的爸爸叫你的妈妈是叫 honey， 你一出生的时候，他竟然跟着你叫妈妈，称呼改变，关系改变。有一个小生命一诞生，家里的关系突然有人当阿公，有人突然当叔叔了，这些关系改变。所以每一个婴孩的诞生都会为家庭的生命关系带来改变，仅止于那个家庭。唯有一个婴孩，他的降生不只是影响了一个家庭，而是影响了全世界人类。这是2000年前，为什么我们会听到天使向牧羊人来唱出耶稣诞生这个好消息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在今天，我们接下来圣歌队要带领我们第2阶段的部分，盼望我们也能够用心灵来领受。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虽然没有像1944年的战争，没有像1915年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可是我们在生命关系中间还是存在着
蛮多的压力、张力、紧张，甚至对立。我们实在是需要在平安夜领受真实的平安，所以我们请圣歌队来带领我们第二个阶段，在平安夜来将一切的荣耀归于在至高的主上帝。上帝要将真实的平安降临在我们中间。一首我们很熟悉的圣诞歌曲《Joy to the World, the Lord is come》，普世欢腾，救主降生，让我们一起来赞美。许多事我们不明了，
许多祝福也会临到，超乎想象，超乎所求所想。今晚在这个温馨的时刻，与您分享这首诗歌。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给我们真正的平安。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得安息。”我们专心来信靠他。不是。
后圣山夜，这首19世纪由法国一个小镇的镇长所写，并且由巴黎的作曲家谱曲之后，传到了美国，传到了全世界。它诠释着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拯救，得平安。也在平安夜的歌声当中，我们一起来体会救恩的宝贵与喜悦。
在平安夜的歌声中，这像是天使的圣歌队员，要将这个小烛光分送给大家，盼望我们能够领受到耶稣基督的降生所带给我们真实的平安。这个节课你会当早回去厝的，放伫你的客厅，还是放伫你的面床头。愿主耶稣基督的降生真实降临伫咱的生命中间，嘛，互咱会当享受平安年、圣诞年，是伫咱的家庭内面。夜深山夜，光暗中，光华射，照射天幕也照着身影，多少次相也，多少天真，情相贴是安眠，情相贴是安眠。平安夜，平安夜，深山夜，光暗中，光华射，照着圣母也照着身影。多少天真，情相贴是安眠，情相贴是安。平安夜，平安夜，我们要请今天第一次到教会，或者是说第一次来士林教会的朋友，我们有2样礼物要送。第2样礼物在教育馆，等一下结束以后，我们请爸爸妈妈要带着小孩子，因为礼物有个提袋，所以我们不方便带到这边来。在座所有的小朋友，在爸爸妈妈的引导下，等一下我们结束的时候到隔壁教育馆。但是现在呢，现场我们请第一次到士林教会的朋友，你挥挥手好不好？我们这些小朋友，我们这些招待人员就送一个小礼物给你哈。来，我们这边一样哈，或者你可以挥个手好不好？你手举一下哈，因为有的带小朋友不方便站起来哈，所以平安夜。平安夜，圣诞夜，光暗中，光华射，照着圣母也照着身影，多思想多。还有哪一位还没拿到吗？向天使平安弥、圣诞弥，请起立。我们最后平安弥，圣诞弥，平安节，真更烈。
老母救婴孩，今闻孙国今可爱，兄弟诉阿弥，兄弟诉阿弥。在这个平安夜，我们一起领受祝福，从天父上帝来的祝福。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个时刻，让我们一起来经历真正的平安夜。我们恳求天上的上帝，你不只给我们个人有平安，你也要让我们的家，让我们的社区，让我们的国家，让人类享受和平。恳求天父上帝，就像在2000年前，让主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世界，使我们得着平安夜。在今天，你也降临在我们在座每一位朋友的生命里面，无论是小朋友或是大朋友，让我们能够领受耶稣基督降生真实的平安。愿你的恩典、你的慈爱降临在每一位朋友，让我们能够向前奔跑的时候有力量，跟朋友交往有和好，在学习的道路上面有长进，特别是在座的小朋友、年轻朋友，恳求天父赐给大家智慧、聪明，还有喜乐的心，在家里、在社会、在学校成长的过程，能够成为一个有用、造福这个社会、贡献人类的人，就像主耶稣你为我们降生一样。谢谢你，愿你的慈爱、你的怜悯永远不离开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平安夜，平安夜，圣三夜，万安座，光华色，照着圣母也照着圣婴，多少次强烈，多少天真，今将天赐安眠，今向天赐安眠。我们彼此互相祝福，圣诞快乐！哈，彼此。我们祝你圣诞快乐，我们祝你圣诞快乐，我们祝你圣诞快乐，祝你新年如意。我们祝你圣诞快乐，我们祝你圣诞快乐，我们祝你圣诞快乐，祝你新年如意。我们祝你圣诞快乐，我们祝你圣诞快乐，我们祝你圣诞快乐，迎合新年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Merry Christmas.